弟兄姊妹，今周咧，我哋進入到第三篇，咁佢嘅題目咧，基督之死同埋咧復活嘅樣式啊。呢一篇咧，主要就係羅馬書6章3節咧到呢個第5節。我哋先咁樣提下，喺呢個羅馬書咧進入第5章12節咧，就係一個新嘅段落，講到咧性別。咁喺5章12節去到咧呢個21節呢段話裏面咧。就講到係喺基督裏面嘅恩賜，遠超過咧喺亞當裏面嘅承受。從前我哋都係喺亞當裏面，在亞當裏面咧有所承受。咁如今我哋在基督裏就得着咧從基督而嚟嘅恩賜。咁喺呢一段話裏面咧，就綱目就提到係兩個人、兩種嘅行為兩樣嘅結果，帶住咧4件作王嘅事物。咁呢個兩個人就係一個係亞當，一個咧係基督。兩種嘅行為咧，一個咧係叛逆，一個咧係順從。兩樣嘅結果就講到咧，一個係罪同死進來，一個咧係我哋得生命得恩典。4件作王嘅事咧，一個係罪同死作王，一個咧就係恩典同埋咧信徒們咧作王。好啦，咁第5章結束之後咧，接住落嚟就嚟到第6章。咁第6章咧，成章就係講到與基督嘅聯合基督嘅聯合。咁就係咧，我哋呢一篇所進到嘅呢一段話。咁我哋先讀一讀下第3節。佢話：豈不知我們這浸入基督耶穌嘅人是浸入他的死麼？咁所以第3節就提到佢話我哋呢一班人咧係浸入咗一個人為基督耶穌。當我哋浸入基督耶穌嘅時候，其實我哋亦都浸入咗基督耶穌嘅死。好啦，所以我哋藉着浸入死，我哋就與他咧一同埋葬，好叫我哋咧在生命嘅新樣中生活行動。咁受浸嘅結果浸入死同埋葬，結果就係我哋能夠在神聖嘅生命中，喺呢個咧當中嚟到生活行動，就如咧基督藉住父嘅榮耀從死人中復活一樣。咁到第5節繼續講話，我們若在他死嘅樣式裏與他聯合生長，也必要在他復活嘅樣式裏與他聯合生長。咁喺呢一節就提到咧，有基督嗰個死嘅樣式，有基督咧復活嘅樣式。咁我哋咧乃係與基督死嘅樣式同佢復活嘅樣式，不但係聯合，而且係咧生長。聯合係一個開始，生長咧係嗰個嘅繼續。咁呢一3節聖經就係呢一篇綱目嘅頭3個大點。咁呢篇綱目咧，還有第4大點就係加拉太書3章27節講到咧，我哋凡浸入基督嘅，就係已經咧穿上咗基督。咁我哋咧就開始進到呢一個綱目裏面。咁第一大點就係咧羅馬書6章3節講到浸入基督耶穌嘅人，就是咧浸入他的死。咁首先重點一，受浸唔係我哋一般人所以為嘅係一種外面嘅形式一種咧宗教嘅儀文，乃係咧我哋與基督一個聯合嘅表明。所以喺呢度咧有一個生命嘅聯結。第二重點就話啦，佢藉住呢個受浸正如經文所講，我哋乃係咧浸入基督浸入基督耶穌。咁佢就作咗咧我哋嗰個範圍咁使咧我哋能夠喺佢嘅死同埋復活嘅裏面與佢咧聯合為一。咁第3終點，咁我哋原本生在亞當裏亞當咧係頭一個人嘅呢個範圍嘅裏面感謝主而如今咧我哋藉着受浸，我哋就被遷到咧基督裏。咁基督咧就係第2個人嘅範圍按住呢個林前15章只有2個人頭一個人出於地就係亞當屬土嘅，第2個人咧出於天就係咧呢位基督。咁我哋感謝主藉住咧主嘅拯救，我哋就從亞當裏遷到咧基督裏。好啦，咁第4終點當我哋浸入基督，其實我哋就浸入佢嘅死。咁呢個咧就係羅馬書6章3節嗰度明講嘅。咁主嘅死做咗2件事。第一，將我哋分別從世界從咧撒旦黑暗嘅權勢分別出嚟。第二咧就將我哋了結。咁了結咧就係我哋天然嘅生命舊性、自己肉體，甚至咧我哋呢個人整個嘅歷史都了結。所以基督嘅死為我哋咧成就咗2件事：一，將我哋分別出嚟；二，亦都將我哋咧了結
從世界從撒旦嗰度分別對於我哋呢個人，我哋呢個己，我哋呢個人嘅肉體各方面就係一個連結。好啦，接住落嚟咧就嚟到第二大點，就係咧第4節，咁嗰度就講啦，所以我哋藉着浸入呢個死就與基督咧一同埋葬。咁結果係咩咧？就叫我哋能夠在生命呢個生命咧係嗰個 Zoe 神聖嘅生命生養嘅當中嚟到咧生活行動，正如咧基督藉着父嘅榮耀從死人中復活一樣咁第一終點就講啦，我哋嘅舊人咧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咁呢個就係6章6節啦知道我哋嘅舊人已經與他同釘十字架。好啦，藉着受浸，我哋嘅舊人咧就與他一同埋葬，歸入死。咁呢個係第4節喎咁所以咧喺羅馬書6章，使徒咧係先提到一同埋葬，後面再提到同釘咁所以第二終點就講，佢係喺天然方面我哋人係先死，然後咧埋葬嘅。但係保羅喺呢一度咧，佢就先提到咧同埋葬，然後咧再提到同釘即係在屬靈方面，我哋先葬後死我哋唔係直接嘅死，我哋乃係藉着咧受浸歸入咧基督嘅死。咁呢個就係3節所講咁所以我哋要睇見基督同佢嘅死咧，其實係即係一個東西嚟。咁喺基督以外咧，我哋冇辦法浸入佢嘅死因為佢有效嘅死嘅成分咧，就只存留在響佢呢位復活包羅萬有嘅一位裏面咁羅馬書6章4節呢度提到咧，話父嘅榮耀嘛，就係講到基督藉着父嘅榮耀從死人中復活。咁呢個父嘅榮耀係指住咩咧？就係指住神性divinity 佢嘅嗰個顯耀佢嘅顯耀。咁到第7終點，我哋受浸以後咧，我哋就成為咗咧喺復活裏面嘅一個新人咁復活咧唔僅係將來嘅光景，亦都係咧現今現在嘅一個過程。咁喺呢個第4節講到咧，我哋要在生命中生命嘅新樣中生活行動嘅時候，咁意思就係話咧，今日在復活嘅範圍裏面嚟到生活，並且咧，正如羅馬書5章17節所講，我哋乃係咧在生命中嚟到作王。好啦，咁呢一種生活就係在生命嘅新樣中生活行動，就對付我哋裏面咧屬亞當嘅一切，直到咧我哋完全嘅變化，模成咧基督嘅形象。咁呢個咧就朝住羅馬書8章講到預定我哋都要模成神兒子嘅形象，還有咧羅馬書12章2節講到我哋需要咧心思更新而咧變化。所以有6章在生命生養中生活行動，就有咧8章所講嘅模成，還有咧12章所講嘅更新而變化。好，接住落嚟咧就到第5節，羅馬書6章，我們若在他死嘅樣式裏與他聯合生長，也必要在他復活嘅樣式裏與他咧聯合生長。咁呢度聯合生長咧就係指一種生機嘅聯結咁喺呢個聯結裏面咧有生長嘅發生。咁意思即係話咧聯結係一個開始，而呢個生長咧係一個繼續就係咧使一方有份於另一方嘅生命同埋咧特徵咁喺呢個生命聯結裏咧，凡係基督所經歷嘅，現今都成為咧我哋嘅歷史咁所以咧請留意下喺呢度咧講到聯結嘅時候有用 union 但係喺羅馬書咧6章聖經咧呢個標題裏面佢話與基督聯合係指嗰個嘅 identification 所以咧聯合同嗰個聯結係有咧一啲嘅分別呢個聯合就係指佢所經歷嘅，如今都成為咗咧我哋嘅歷史佢嘅死佢嘅復活，現今咧係我哋嘅，因為咧我哋喺基督裏已經在生機上與他聯結。咁呢個亦都係咧羅馬書到11章所指嘅嗰個接肢。咁喺呢個接肢裏面，就係呢一個生機嘅聯結裏面咧，一共咧有5方面嘅功能佢話第一，呢一個接肢就排除我哋咧一切消極嘅元素。咁第二咧，就使我哋身上咧神所做嘅功能咧得以復活。
第三咧，拔高我哋嘅功能。第四咧，充實豐富我哋呢個功能。咁第五就係浸透我哋嘅全人，以咧變化咧我哋所以有排除消極嘅元素積極嘅叫我哋神所做我哋嘅功能得以復活得以拔高，還得以咧充實豐富，然後咧佢浸透我哋全人，變化我哋。好，咁我哋將呢個6章4節同5節如果比對一下因為6章4節就提到咧，藉着浸入死嘛，5節就提到咧，我們若在他死嘅樣式咁所以其實基督之死嘅樣式就係咧4節所講嘅浸。咁5節所講復活嘅樣式其實就係咧4節所講生命嘅新樣，生命嘅新樣。咁第六響基督嗰個復活嘅樣式裏面咧，唔係指將來客觀嗰個嘅復活，其實乃係指咧現今就響今生呢個生長嘅一個過程啊。咁喺受浸嘅時候，我哋響基督死嘅樣式裏同佢聯合生長。咁現今咧，藉住咧基督嘅死，我哋就長到咧佢嘅復活裏面。基督死嘅成分咧，如何只係響佢自己裏面？咁照樣嘅，基督嗰個復活嘅成分，亦都指向咧佢嘅裏面。佢嘅自己就係咧復活。咁當我哋經歷正確嘅受浸之後，就響咧基督復活嘅樣式裏，繼續嘅響佢裏面與他聯合生長。咁呢個就係在生命嘅新樣中生活行動啦。咁接住落嚟，我哋讀一段新約總論第10冊嘅，講到咧基督徒嘅生活就係咧受浸嘅生活。一面咧受浸已經成就，另一面咧受浸還咧喺度繼續，直到我哋咧完全嘅變化模成基督嘅形象。因此喺達到呢個目標以前，我哋就繼續過咧受浸嘅生活，就係話咧我哋天天喺基督之死嘅應用之下，經歷咧佢死嘅功效。呢個死現今咧乃係包羅萬有之靈一個成分，一個元素。咁喺我哋日常嘅生活中，我哋可以經歷咧裏面消極嘅元素被治死。咁呢件事嘅發生咧，乃係藉住咧呢個包含喺包羅萬有之靈裏，在基督之死裏嗰個殺死嘅元素。事實上6章4節所講生命嘅生養，就係5節所講他復活嘅樣式。咁我哋都應當喺呢個生命嘅生養中生活行動。我哋必須睇見咧，喺我哋受浸嘅時候，就在咧基督死嘅樣式裏同佢聯合生長，並且咧要喺佢復活嘅樣式裏面，就係咧喺佢復活生命嘅生養中，我哋亦都與佢咧聯合生長。意思就係話咧，我哋必須睇見我哋已經咧與基督同死啦。現今咧，我哋正同佢同長我哋喺受浸嘅時候與佢同葬。現今咧，我哋喺佢復活嘅裏面，喺佢咧神聖生命裏與佢咧同長我哋必須照住呢一個異象嚟到生活行動，就係在生命嘅新樣中生活行動。喺我哋日常生活同埋聚會嘅裏面，我哋需要喺生命嘅新樣中生活、舉止行動、工作，並咧作每一件事。咁呢個的確就係對死而復活嘅基督嗰個美妙嘅經歷同埋咧享受。弟兄姊妹我哋乃係過一種咧與基督同長嘅生活在佢死嘅樣式裏與佢咧一同生長，在佢復活嘅樣式裏與佢咧聯合生長好，咁到第4大點咧，就係加拉太書3章27節講到咧凡浸入咧基督的咁首先我哋要睇見受浸咧有4方面喺新約聖經提到嘅，一就係講我哋咧浸入父子聖靈嘅名裏，馬太福音28章19節，加拉太書3章27節，凡浸入基督的羅馬書6章3節，浸入他的死。林前12章13節我哋在一位靈裏浸成咧一個身體。咁所以喺呢度咧有浸入父子聖靈嘅名裏，就係三一神嘅名裏，等於浸入基督嘅裏面，亦都係咧浸入基督嘅死裏，亦都係浸入咧基督身體裏受浸嘅4方面。咁受浸咧乃係個目的就係要將悔改嘅人脫離咧佢原來嗰個老舊嘅光景，而進到一個咧新嘅境地。咁呢個就係藉着咧了結我哋老舊嘅生命，
並且咧喺基督裏以基督嘅生命使我哋咧有新生嘅起頭。咁呢個浸有兩方面㗎，講到受浸，有睇得見嘅一面，亦都有咧睇唔見嘅一面。睇得見一面係藉着水，睇唔見嘅一面咧就係藉着聖靈。所以當我哋有新人要受浸嘅時候，佢係浸到水裏，咁呢個我哋睇得見嘅。同時佢亦都係咧浸到靈裏，咁呢個咧我哋睇唔見嘅。但係如果冇睇唔見嘅靈浸呢一面，呢一個睇得見嘅水浸其實係徒然嘅。但係如果咧冇睇得見嘅呢個水浸咧，咁呢個睇唔見嘅靈浸咧就變得抽象，亦都冇辦法咧實行。咁所以兩面都需要，需要咧有水浸，亦都需要咧有靈浸。咁第四終點就講到我哋浸入三一神其實咧就係浸入呢位嘅基督。咁我哋補充埋呢個加拉太書3章26節嗰度就講我哋眾人咧藉著相信基督耶穌，我哋都係咧神嘅兒子啦。咁接住咧就講我哋浸入基督的就穿上基督。所以呢度講到信，亦都講到浸。講到咧我哋神嘅兒子，亦都講到咧我哋穿上呢一位嘅基督。第一小點，佢話我哋係神嘅兒子，因為我哋在基督裏面，而我哋喺基督裏咧，就因為我哋已經咧浸入咗基督。浸入基督乃係咧我哋得以在基督裏面嘅路。咁因着我哋已經浸入基督，咁如今我哋享受咧與佢嗰個生機嘅聯結，呢個就能夠變化我哋嘅全人。咁保羅喺加拉太3章末了，佢就用到咧浸入基督，還有咧穿上基督作為咧一個總結。呢個好有意義。保羅咧以論到受浸嘅話作為總結，指明唯有當我哋浸入基督，穿上基督，我哋先至能夠經歷加拉太書3章喺呢度所講嘅一切。咁我哋浸入基督嘅，其實亦都已經咧穿上咗基督。我哋浸入基督，現今咧我哋都有基督作遮蓋我哋。所以呢個穿上基督基督如同咧一個外衣，讓我哋穿上，佢就作咗咧我哋嘅遮蓋，亦都作咗咧我哋嘅彰顯。咁一面我哋受浸嘅時候浸入基督，另一面咧我哋喺受浸嘅時候穿上基督。我哋都能夠咧作見證，我哋已經浸入基督，如今穿上佢作我哋嘅衣服，作咧我哋嘅遮蓋，佢作咧我哋嘅彰顯。咁接住落嚟咧，就係喺呢個現場聚會裏面釋放信息嘅弟兄喺末了嘅時候，佢一個總結嘅話，佢話弟兄姊妹，佢呢篇嘅篇題就講到基督之死同埋復活嗰個樣式。所以保羅自己亦都講佢咧身上常帶住耶穌嘅治死，佢呢個樣子，我哋同佢咧就有一個生機嘅聯結，就係咧接知呢一個生命。所以我哋照住原來嘅，我哋都死掉啦。現今咧，我哋活一個咧新嘅生命在呢度。呢一度咧有一個樣式喺度，就係一個咧彰顯。呢個彰顯就係基督嘅死，還有咧基督嘅復活。基督嘅死就係咧不止除去一切消極嘅對付，將呢一啲對付掉治死，而且咧基督嘅死就係咩咧？就不再是我，乃係咧基督。呢一個咧就係叫做基督嘅死。咁我哋每一日嘅生活實際裏面，點樣嚟經歷基督嘅死咧？就係呢8個字，不再是我，乃是咧基督。並且就係話我哋活着嘅就係基督。咁呢個係保羅嘅生活活在基督嘅死裏，就係咧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活着就是基督。咁樣嘅生活何等嘅榮耀，何等嘅尊貴嗰個復活嘅樣式更係正面嘅。不止係不再是我，而係正面嘅完完全全嘅活出基督嘅自己嚟，成為咧基督嘅複製。佢復活有一個樣式，有一個嘅彰顯，嗰個咧係神所要嘅。今日整個主嘅恢復神就係在咧呢個神聖經綸嘅裏頭，三一神要將佢嘅自己成為咧賜生命俾我哋，叫我哋能夠咧重新成為神嘅兒子。咁呢個生命咧喺我哋裏頭需要不斷嘅更新長大，直到咧長成嘅人。並且呢個浸唔止叫我哋歸入基督，歸入咧基督嘅死，亦都歸入咧一個身體，成為咗咧一個團體嘅見證。呢一個就係神永遠嘅經綸。所以點解我哋話咧羅馬書5章到8章
係聖經嘅核人啊，因為整本聖經就係講呢一件事啊。而呢一個咧，也許今日咧，我哋要記住呢句話啊，我哋咧若在死嘅樣式裏與他聯合生長，就必須在他復活嘅樣式裏聯合生長。所以弟兄姊妹，我哋今日都需要操練呢一個咧調和嘅靈，一直在求主耶穌基督在我哋天天嘅生活中，與他咧一同嘅聯合生長，生長直長到咧基督嗰個長成嘅身量啊！不僅係單獨嘅，而且今日我哋已經咧受浸歸到耶穌基督裏啊，亦都歸到咧身體啊，佢作我哋嘅頭，我哋在身體裏一同增長，同被建造，得以咧完成神永遠嘅經綸。呢一個就係咧聖經嘅核引。